Assalomu alaykum hormatly illeşler. Men Türkmenistan Mar vilayet döwletiniň etranyň ýaşaýçysy Gurduf Wonç. Men 2018-nji ýyldan häzirет şerli Hytaý Halk Respublikasynda okap bilim alýarym. 我对中国有特别的那种热情。我很小时候就比较喜欢看那个成龙的电影，那种在电影中飞，然后就是那种飞然后打架。我以为中国人真的是会飞的，但是不会飞，看来都是假的。我专业是海洋技术，就喜欢钓鱼嘛。就也就是跟水有关系呀。跟人类最息息相关的叫边界草，这个一共是255米，然后我们这里分了15层探测，每一层都有温度、湿度、风向、风速。老师们对我挺好的，会帮助的。有什么困难什么的，他们一直会担心，这个我得要谢谢他们。我出国第一件事就是看国家的发展，就感觉发展的很好，人多。我自己国家就人比较少，来了中国必须得是跟本地人交流啊。我也交了很多朋友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种红色的比较好吃。这个6块钱一斤。6块一斤。拿个袋。买菜你自己做饭？对呀。哦，你中国话说得很好。啊，谢谢。这就是菜市场啊，就是离学校很近的，特别好，热情。啊？有女朋友了吗？有啊。哎，不用不用，自己照。我一位朋友是，我们都是打排球认识的，见见他们就关系就这么好了。有个文化节，我也就是第一次参加，给他们看看是我们国家的那个舞蹈。我们这个 Kushtet 的舞跳一般在婚礼的时候我们跳舞。很久之前海边有钓鱼的时候有一个网，然后就把那个网拿起来了，然后就这样来了这样的动作。我是一直在中国，已经3年了，在天津大学读本科。我的专业就是食品科学与工程。在中国用中文学习比较难的，但是我们努力。在智能与计算学部，我是软件工程学生。我是从小时候对计算机方面有感兴趣。然后我们和中国同学一起互相帮助的学习，也特别的有意思。出国留学就都得要靠自己，要努力。
也就是希望在这边上个研究生。未来我也有打算做个贸易，跟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就合作就比较好一些。主要是有自信，什么都能做到。